是。在这边我们就谢谢大家。结束喽。最快。好了，我们先调音，调音一下啦。你看他的前奏 OK 了哈。可以耶，舒服的。下一次就可以表演了，这个可以啊，一起啊，就是一个团体。永文哥他们、洪文哥他们一起啊。你说他们负责烤肉？你敢吗？我不太敢。开玩笑的啦。今天真的很舒服哎。真的，旁边又是又有溪，然后今天又在部落里面这样子。对啊，自然。非常适合带来一首部落的金曲，也是部落金曲。对，这首歌叫做《白米酒》，然后虽然说到现在，他们怎么讲艺名哦，就是已经不知道谁写，然后谁作词作曲的，一直在传唱。对，这首歌真的很厉害。那如果说大家会唱的话，好不好？对，记得投20块。前面部落的带来这首《白米酒》送给大家。白米酒。我爱你，没有人能够比你强。我为你痴迷，我为你疯狂，真叫人如此着迷。一杯。没有人能够阻止我，醉了，没有人理我，千杯万杯，再来一杯，杯。金曲的部分，solo， 好好听哦。白米酒，我爱你，太爱你了吧。没有人能够比你强，我为了你痴迷，我为你疯狂，你就叫人多么着迷。来喽，激烈一点的，一起来。一杯，我不介意。是，没有人能够阻止我。我醉了，没有人理我。千杯怎么样？再来一杯，兄弟，我们旋风今天非常荣幸来到说走就走的旅行。是，对，今天是这一季的最后一集，非常的荣幸我们能够担任最后一集的嘉宾。对了，也就是压轴了。对，也希望不是最后一集。当然不是。对，因为我知道接下来还有很多季，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够帮我们多多的分享。对，那第2季就由我们开始。又是我们。不是，怎么会换人？我们不是拍2季吗？所以希望大家帮我们订阅，然后打开小叮当。对，小叮当的妹妹叫小叮铃。不是，谁在乎？呼的其他夫。接下来这首歌，如果你会唱，我们就一起来。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，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，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。我不能答应你，我是否会再回来？不回头，不
走下去。感谢主，一起来。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哦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哦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阿雷，太突然了吧！再补一个。啊，有，辛苦了。赢了，说走就走的旅行，怎么可以少了你？感谢主。